如果我細個我屋企人睇咗呢本書，或者係可能我自己睇咗呢本書，可能我反而會冇咁多難堪，因為我會了解到我自己。你好，我係Oscar，咁我係一個音樂製作人，平時咧都係擔當作曲、編曲、監製嘅工作，同時間咧都係個歌唱導師。真因為好虛嘅，我就要讓我貌似精神，裝作睡滿風，與你歡笑。大概喺小學嘅時候就確診咗讀寫障礙啦，同埋ADHD，即係過度活躍症。我諗最明顯嗰個位係我永遠都睇唔晒嗰本書嘅，因為我睇少少咧，我會覺得頭暈好攰啊。對文字嘅嗰個觸覺係好唔敏鋭嘅，好低嘅，會唔記得啲嘢啦，我會撈亂咗啲字嚟讀啊。所以我媽咪講得比較多嘅一句説話就係唔好同人去鬥，你試下同自己鬥，係啦，55、56、57，係咪？每次多1分，係啦，你都當自己贏，60分就慶祝㗎啦，要食自助餐㗎啦。當時嘅我因為唔係好讀到書，而我媽咪就留意到我好中意唱歌。千咧走晒音嘅，係啦。但係我遇到一個好好嘅唱歌老師，當時佢令我相信咗我自己，佢令我喺我唔得嘅時候，我相信咗自己係得。咁我就抱住呢個心態，就真係一步步去 develop 唱歌呢個東西，係去到後邊參加歌唱比賽、讀音樂、整音樂，咁我就一步一步咁樣走過來咁樣。大家好，我係3號嘅湯浩森。我對音符冇咁敏感啦，有多咗好多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，或者係你唔需要用呢個，唔需要一定要識晒先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。如果你覺得自己唔係一個成功嘅人士，就代表你未成功，係啦，你唔會成功，係啦，你係未成功嘅，係啦，所以只係時間嘅問題，係啦，你只要揾到個方向就會做到。呢個就係我嘅經歷咯。我讀緊書嘅時候，我已經好努力。係，我唔需要人哋再同我講我努力，我知道我努力緊，我做緊就係咁樣啦。好多謝佢哋即係邀請我去做呢個訪問。咁啊，我都推介大家咧去睇呢本書，咁啊叫做《我不是笨笨》，係啦。咁入邊有好多即係相關嘅一啲經歷啊，或者一啲應對嘅方法啦。如果我細個我屋企人睇咗呢本書，或者係可能我自己睇咗呢本書，可能我反而會冇咁多難堪，因為我會了解到我自己，都係好有效呢本書，係啦。咁啊，推介大家去買嚟睇下。